本台最新消息，警方調查本月第4宗女性遇害案，所有受害者均為夜總會從業員，死前均遭甩命截息，現場遺留一把紅色雨井，警方初步判斷屬連環殺人案，提醒夜晚出行的女性注意安全。陳 Sir， 發現一具屍體。陳 Sir 去咗邊啊？跟埋我啊！死者林美，28歲，係附近夜總會護女。查佢嘅人際關係，尤其係最後一個見到佢嘅人。你同死者係咪嘈過交啊？你身上嘅口紅印又係咩事啊？我尋晚同佢吵交㗎，我真冇殺佢啊！報告出咗啦，死者指甲入面嘅皮屑 DNA 同嗰個古惑仔完全唔吻合，可以排除佢嫌疑。收到。陳 Sir， 當場量打嚟講，死者指甲入面嘅皮膚組織同呢個細路唔符。唔對路，個古惑仔冇講大話，重返案發現場，重點查隔離嗰啲人。警察咁夜喺度做咩啫？阿 Sir， 唔好掂我啲爛嘢，我盲咗好多年㗎。係咩？巷口有台階，見唔見到啊？睇唔到，我正是靠呢支棍喺探路。支棍都攞反咗，死者山點解會喺你度？點解扮盲？錢係我攞嘅。呢把山係我細妹㗎，佢3個月前失蹤咗。佢叫林婉，係林美嘅同事。林美俾人唔得，我見到人殺嗰陣，我想追，我要生存，我要等我細妹翻嚟。佢左手有紋身，每次殺完人之後，都會喺巷口望住佢屍體，慢慢欣賞。巷口。睇下巷口有冇形跡可疑，左手有紋身嘅人。攞住。喂，你身份證攞出嚟睇下。想死就收聲！放咗個人質，你走唔得㗎！快啲放咗人質！走？今日我根本冇打算走，我累啦，為佢做得夠多啦。今日一咪抓我，一咪我就殺咗佢。唔好再叫！你好中意睇係咩？我妹啦！你觀察之下，我妹啦！佢喺邊度啊？佢每日都睇住你。帶走！陳 Sir， 人捉咗啦，你仲呢個表情啊？點解一路望住佢啊？尋晚，黃埔後巷再發生命案，一名28歲夜場女子林美被發現伏屍街頭，警方暫時未某公布更多消息。老細，凍奶茶一杯，菠蘿油一個。喂，老細，你聽唔睇到啊？叉燒飯一份，凍檸茶2杯。老闆，熱到命都冇，上杯檸檬茶得唔得啊？自己同阿強講啦。喂，唔係啊嘛，咁多慳，連冰都唔落。下面有雪櫃有冰，自己攞。多謝晒你杯凍檸茶。
飲啦。都講咗唔好用膠飲管㗎啦。六7、8。老細，凍奶茶一杯，菠蘿油一個。喂，老細你聽唔聽到啊？啊！死人啊！現場而家咩情況？陳 Sir， 初步睇應該係中敵。同時攞翻閉路電視影到，老細飲杯茶之前，阿強沖過茶，老闆娘又拎過去。陳 Sir， 死者嘴唇櫻紅色，口鼻有苦杏仁味，高度係齊氰化物致死，詳細死因要等驗屍報告出嚟先可以最終啟定。一定係阿強，佢煎貴利煎到癲咗，前幾日仲跪喺度問老細借錢。最想佢死嗰個係你，老細近咪收收埋埋，日日同你嘈，呢個唔知啊！陳 Sir， 證物已經收齊，我而家帶翻警署化驗，有消息 call 你。呢度啲飲管係咪老細自己用㗎？佢嫌膠管唔好，平時都係用自己準備嘅。再調翻閉路電視。閉路電視入面個送貨佬唔係淨係嚟攞冰咁簡單，佢究竟做過乜？點解佢走咗之後老細就會即刻死咗？嗰個送貨佬唔係平時嗰個，最近先幫利興行送貨，個個都叫佢阿周啊！飲管呢？嗰支飲管去咗邊啊？支飲管係我收走咗，我見老細飲完就順手連埋其他一齊掉咗去後巷。後巷，陳 Sir， 我去後巷揾下，順便叫交通組同事追查沿路閉喪電視，查送貨嗰架車。陳 Sir， 化驗結果出咗嚟，隻杯入面驗到有氰化物殘留。知道啦，垃圾桶俾人翻過，揾唔翻完整物證。不過叫人查咗原機閉路電視，鎖到一架救貨車，車牌同送貨單對得上，啱啱出咗救援。開車追！而貨車啱啱駛過德輔道西路口，正向平碼頭街方向去。前面路口封死佢。放低支槍！阿堅，阿堅，陳 Sir， 我冇事，去睇下個送貨佬死咗未？邊個叫你做？點解要殺老細？你哋永遠慢一步。救我！哥，終於肯認我啦！你點會喺度？我知你唔想見我，不過你係我唯一嘅親人。我一直都知你住邊，知你幾點收工，知你慣常行邊條路。只不過
阿哥唔想逼你翻嚟。今晚我本來唔想揾你，點知俾人一路追到嚟呢度。而家出面越嚟越亂，連我都有人想喐。阿玩，我身邊真係冇第二個信得過嘅人，你可以當我求你一次，翻嚟幫我，唔使幫紅二社，幫我就夠。好，我翻去幫你。不過規矩跟我，你啲帳、你啲人、你啲對外生意，我都要過眼。由今日開始，對外同法律上嘅事，我接受。好，你肯翻嚟，點都得。放哥，你點啊？我冇事。玩姐，放哥，尋晚傷你嗰兩個仆街我帶翻嚟啦，佢哋唔識分寸，我已經代你教訓過。放哥，我們真的是按您意思去做的呀，誰知道鐘哥說我們下手太狠了。收聲！放哥，呢兩個廢物搞到你真係見血嘅，我只睇結果，佢肯翻嚟，昨晚件事就值，明白？仲唔快啲多謝放哥？謝謝放哥，謝謝放哥，謝謝放哥，謝謝放哥。阿玩呢？玩姐一早翻咗公司，話要睇你盡量連啲帳同埋外面幾條數，剩低落嚟點做，你知道噶啦，明白放哥？林明案、冰博案，依家全部指上同一條線，全眉盯住，上頭盯住。你唔好搞我好唔好，陳 Sir？ 我淨係俾你哋1個月時間，1個月之內俾我揾到幕後主腦。查唔到，成組換血。張彪嗰邊我親自問，肯開口最好，唔肯開口，做過嘅事都唔會自己蒸發。林面，係你一個人想殺，定係有人叫你殺？我唔使人叫，佢本來就改寫。點解？我老婆阿芬3年前喺夜場做事，後來佢發現林薇一直幫紅二社喺場邊散貨，一係飲大咗玩癲咗，林薇就安排人濕貨大貨收錢。林明要阿芬同流合貓，叫佢幫手跑貨、睇數、頂口供，阿芬唔肯，佢話再逼佢，佢就報警。第2日，阿芬就失蹤。邊個同你講？我想飲啖水。嗰個人話林面每晚係。喂，張彪，張彪！點樣啊，醫生？發作太快，唔似自然病發，暫時唔排除急性中毒。我係張彪代表律師林婉，佢係我哋紅二社嘅人。我當事人喺警方羈押期間死亡，邊個解釋？林小姐，依家警方警方應該點做？
唔使我嚟教你啊嘛，Sir。由今日開始，紅二社所有上岸事務由我全權接手。我希望警方可以俾我哋一個交代。陳 Sir， 九龍城榮發麻雀館出事，341失蹤，死者全部係紅二社堂口大弟。去現場。我大佬死喺入邊，你喺度當差佬嘅翻門狗啊！钟哥不來，今天誰也別想在這鬧事兒。原來係阿鐘條狗，你再說一句，你信唔信我燒你？警察落車啊！喝茶。死嗰3個全部係紅二社舊派堂口大弟。唔見咗嗰個叫三挑，原本坐東風位，係你報嘅警。我只係入嚟換煙灰缸，一開門就見到佢哋咁，我真係乜都唔知。你先帶佢翻去錄口供。好。發指快，口鼻見血，7次都有刺激反應，唔排除中毒。又係中毒，喪標又失蹤咗。啱啱問過老細，門口個閉角電視壞咗，包廂入面都冇裝閉角電視。喪標根本冇走，佢係俾人分屍塞咗入麻將機。我落去睇下，你哋留喺度睇實現場，證物全部收齊。反攻！反攻！陳 Sir， 好耐冇見，你唔再扮睇唔到啦。我啱啱俾人打，轉個頭，自己人又死咗3個，我嚟認人，合法啫。臨尾死，張彪死，依家到你堂口人死，單都同你有關。你想我順炒學？查案講證據，你懷疑我，咁你拉我遲早會。聽講你得1個月，慢慢查。死咗之後雪過，再運過嚟，胃內容物驗到有夜場常見嘅混合興奮劑殘留。手掌虎口長期磨損，似長年點跑、翻脹。呢個 YH17唔會係普通編號。如果 YH17 係同一條線，咁前面幾單都唔係獨立案。唔止唔獨立，仲可能係按名單清人。去海悅會，有消息話入邊有一本紅色賬簿，睇下可唔可以翻出舊賬。陳 Sir， 應該就係呢本。
你睇下本帳簿。邊個派你嚟㗎？你跳過去會冇命啊！拜拜。陳 Sir， 發現死者脂肪入面有一種特殊消毒粉，唔係碼頭冷庫常用嗰種。邊度用？警局證物暫存冷庫。第一日睇舊獎就睇到皺晒眉，你啲數亂到似落濕堆。落沙堆都要有人執，唔好睇啦。阿哥帶你去個地方。好耐冇嚟啦，阿芳。老樣子。你以前成日同我爭辣椒，食2啖辣到眼紅，仲要死撐。你記得咁清楚？關於你嘅嘢，我冇樣唔記得。